即个迄个声安尼共款啦吼。啊，咱即马佫一次啦吼，较好听就佫听二摆，迄都袂晓讲吼，袂使讲错啦。然后无事啦，互恁看啦，我同你地无放落来吼，安尼吼，足歹势啦吼。精彩演奏啦吼，精彩演奏吼，安尼段结束啦吼，因为后壁吼，讲述的时间唔通吼讲超过啦吼，咱爱守信用，守信用啦吼。所以讲下次若要听吼，就等候下一次有迄个机会啊，才听会到啦吼。其实咱大家拢做好笑啦，吼，迄笑是第一次咧笑啦，实在讲笑歌是无落啦，吼，话有人说歌吼，笑歌咱毋是要做歌星，是要笑欢喜的。话有人写，互我听，咧唱歌感觉讲哦，我到边拢会甲斗笑。迄有人写关心我伫遐，迄我单电视会无笑出来，我拢全甲救起来，斗救起来，我伊都爱拍，互我心中我落落来。讲紧嘛，拄啊好着，海里就你只歌毋通选，你着平音，你着选文海，你着平音的着。关音的你着声头会到，切会开，你毋知会使选关音的是，吼。你用切会开，我放落，你感觉边个听迄个心大
咧到地方，做哪里好听的啦，安尼。哦，应该管就管，应该加就加啦。都像咱咧讲道理同款，你若拢甲讲迄个白啉的吼，就身上催眠曲啦，安尼啦。大汉现在咧卖亏钱，啊，你讲白吼，迄人咧讲就爱有听者呢，管就爱管，讲到精妙就爱动声，讲到油就爱油，讲到破就爱破，要到就爱有出来。然后毋只听到咧，下当会尽力讲哦，这道理吼，确实是安尼安尼。啊，你若讲我白啉的吼，但就现道要困啊要困，啊你会若讲人我会若困。啊！你都用个催眠曲讲需要困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讲道理嘛，爱有听者讲，听这，听这呢，安尼，你有听这呢？哦，毋是干咱讲平音的呢，哦，讲道理吼，讲古文啊，爱有技巧的呢，啊，毋是讲互你经典是圣人所经过的典故嘛，大家嘛知影嘛，医疗落来嘛，哦，啊是照过工书，你要安怎表达？看在迄工书的口才啊。哦，啊，甲伊的动作要安怎表达讲当时啊，遐个圣人咧讲的哦，因为迄咱伊拢有经过啊，因经过哦，因经过的典故写出来叫做经典。啊，若咱世界读书的迄毋是经典，是咱也毋是分，也毋是名言，也毋是啥货，迄叫做册安尼尔啦，吼，书尔啦，迄还无读到经典。所以咱迄经典到2000多年，咱嘛是讲经典安尼着，圣人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是迄个表演者、迄个演讲者的迄个表述出来，好甲歹，要互大家会动听，袂安尼个，我查安尼个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呢，互我了解的时间呢，报告到遮啦，吼，这里的问题啦，吼，啊，袂是中头吼，歹势啦，吼，有时间若拄啊，吼，叫咱毋通困吼，互我其实后尾困的，因为我知影啦，吼。即摆倒就是较要求讲，尽量嘛去拄久啦，嘛去拄久，安尼就对啦。因为吼，毋通为着边仔迄种着嘛，你若困边仔对困啦，安尼。毋是你甲看，你一个甲哈尼，边仔一个哈尼，一定的啦。咱若看会过嘛，啊，你着甲讲，我毋通困好看，毋通，我无认真听，都无要紧，无嘛讲我尔。煞边仔你困边仔就讲，伊真是下礼拜来困，伊即摆吼，认真听到尾，下边嘛煞袂落，就叫唔叫啊？吼，所以讲个新的希望大家吼。继续啦吼，短吼，下晡佫剩无几点钟尔，佫剩一个工书，哦，来落去就佫迄个心就回想安尼尔啦吼，所以讲个是是我提过咱的精神啦吼，我报告遮啦吼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啦吼。请的是陈素玲讲师，要替咱讲解中庸的第11章甲第